歡迎現場同網上嘅觀眾參加今日喺香港藝術館舉行嘅活動。為配合香港藏真香港三大古書畫收藏展覽，我哋舉辦一系列總共10場嘅國際學術講座，由北山堂基金贊助。第一場由劉雙瑩博士主講。劉博士係香港藝術館智樂樓館長，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獲得中國藝術史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嘅範疇係明清至近現代書畫。今日嘅講題係香港20世紀的書畫收藏活動。講座最後20分鐘會有問答環節，歡迎各位到時發問。咁事不宜遲，有請劉博士。喂，都聽會唔會太大聲？都 OK。咁多謝北山堂嘅贊助啦，贊助呢一系列10場嘅國際學術講座系列啦。亦都多謝大家嘅出席啦。今日係3號風球嘅，咁希望大家講座之前有機會去到4樓睇呢個展覽啦。如果未有機會嘅咧，亦都希望大家喺講座之後咧，亦都可以上去4樓欣賞今次香港三大古書畫收藏嘅。咁喺個講座嘅最開始啦，都想同大家介紹翻咧香港三大古書畫收藏嘅其中2大收藏，因為呢2大收藏咧都係我哋香港藝術館自己嘅館藏嚟嘅。咁第一個收藏咧就係虛白齋嘅收藏啦。咁虛白齋其實就係劉作岫先生佢嘅收藏嚟嘅。咁因為劉作岫先生佢珍藏有伊秉秀嘅隸書題額虛白2隻大字啦，咁所以佢取虛室生白呢個意思咧，去命名佢自己嘅書齋嘅。咁其實劉作岫先生咧，佢就係新加坡嘅華僑嚟嘅。咁佢嘅父親咧，其實已經非常之熱愛中國書畫嘅收藏啦。咁受到佢父親嘅影響咧，佢都對書畫產生咗濃厚嘅興趣。咁喺戰前咧，劉作岫先生就喺上海嘅暨南大學度修讀經濟。咁喺讀經濟嗰陣咧，佢當時有機會咧跟到畫家謝公展啊，同埋黃賓虹去學畫嘅。咁所以從佢哋嘅身上咧，佢亦都學習咗好多嘅知識啦，亦都開始涉獵鑑藏嘅。咁喺1949年嘅時候咧，劉作岫先生咧就嚟到香港啦，任職四海通銀行。咁適逢嗰陣政局比較混亂啦，大量嘅書畫流到嚟香港咧，咁所以劉作岫先生喺嗰陣就開始節衣縮食啦。咁經過30年嘅努力咧，其實虛白齋裏邊嘅收藏咧，總共係有600幾件嘅。咁個年代亦都橫跨好耐啦，咁係由北朝去到近代，咁以明清嘅書畫咧尤其豐富嘅。咁另外一個咧，我哋香港藝術館嘅收藏咧，就係智樂樓嘅收藏啦。咁智樂樓咧係已故嘅慈善家啦，同埋收藏家何耀光先生佢所建立嘅一個私人收藏啦。佢以智樂去命名佢嘅書齋啦，佢叫智樂樓。除咗去表達古人鑑賞名跡所帶來嘅無窮樂趣之外咧，佢亦都希望寄予為善自樂呢個意思嘅。咁因為咧，同何耀光先生同劉作岫先生嘅收藏理念都非常之唔一樣啦。咁何耀光先生佢嘅收藏理念咧，就係因為佢認為咧書畫係嘅作品咧係有呢個教化嘅作用啦。佢認為咧去欣賞呢啲嘅古人名跡咧，可以即係知道佢哋嘅高尚品格，去正人心咁樣嘅。所以佢成個收藏咧都係以先人品後藝事作為佢收藏嘅先決條件。即係嗰個畫家佢嘅品德好咧，佢就會收藏佢嘅作品啦。咁我哋啱啱見到嘅劉作岫先生咧，佢係以藝術性為主嘅。咁佢覺得藝術咧應該要同個畫家即係佢嘅品德啊或者人格去分割開嚟，唔應該因為佢嘅品德咧去影響佢嘅藝術即係佢嘅鑑賞嘅。咁成個智樂樓裏邊嘅收藏咧，其實係以明末清初嘅書畫為主啦。咁大量嘅明為文嘅書畫作品，咁大家喺上面嘅展廳咧，亦都會見到嘅。咁我哋一直講起書畫嘅收藏啦，咁大家都會諗以前嘅收藏重鎮一直都會係北方，譬如江南啊、北京呢啲嘅地區啦。咁其實去到18世紀嘅中期咧，
廣東、廣州嘅地區咧，都已經開始變成南方嘅收藏重鎮啦。其中一個原因咧，係因為當時經濟發展啦，因為一口通商嘅關係，咁所以廣州嘅藏家開始有錢咧，佢哋亦都可以收藏到好好嘅作品。咁去到上世紀大概50-60年代嗰陣咧，香港咧亦都慢慢咧咁樣變成一啲香港嘅書畫嘅收藏嘅重鎮啦，因為大量嘅書畫作品咧都喺當時流落到嚟香港嘅。咁我想用一件嘅作品咧去解釋翻咧，即係點解會有咁多個作品會由北方嗰邊流落到嚟香港嘅。咁呢一件咧就係方孝孺嘅作品啦。咁係喺上面嘅展廳有展出到嘅，可能大家都會有留意到。咁方孝孺咧，佢其實就係明代嘅一個大臣嚟嘅。咁佢被譽為名儒嘅第一人啦。咁佢當時係跟師從一個明代一個名儒叫做宋濂去學習啦。咁喺建文嘅初年咧，佢當時係做大官嘅，就係一個翰林學士啦，翰林侍講。咁建文帝咧係後來因為咧削藩嘅關係咧，就引發咗呢個靖難之變。咁當時嘅燕王朱棣啦，同埋寧王朱權咧，就係聯合起嚟，希望去反抗嘅。咁後來咧，建文帝咧就失咗蹤。咁燕王咧就希望登基成為皇帝啦。咁當時咧，佢哋就揾方孝孺去希望幫佢去起草成個登基嘅詔書，但係方孝孺就唔肯嘅。咁所以咧，佢當時就俾剿滅咗家族啦。大家可能都有聽過誅九族。咁但係方孝孺咧係唔止嘅，方孝孺係誅咗10族嘅。咁而且佢當時就喺南京被凌遲處死咗。咁方孝孺遇難咗之後咧，其實佢即係遺留落嚟嘅書籍非常之少啦。咁呢一件係其中嘅一件啦。咁成件作品咧係方孝孺為咗佢一個同門叫做孺子言去寫嘅。咁就希望即係同佢講勸佢做人嘅一個道理啦，唔好自視過高，同時亦都唔希望佢妄自菲薄咁樣嘅。咁呢件作品嘅成個流傳過程咧，亦都非常之有趣嘅。我哋可以一齊睇下。佢後面嘅題跋咧，就有講到佢成件作品嘅流傳過程。咁第一個題跋咧，就係由一個金星寫嘅。咁金星其實係一個明末嘅抗清嘅名將嚟嘅。咁所以我哋知道呢一個題跋咧，就喺明末嘅時候去寫嘅。因為佢明末嘅人，就算成個題跋佢冇嘅即係日子嘅話，我哋大概都知道係大概係幾時嘅。咁佢就話啦，當時有一個人啦，叫做項卜之，佢就喺一啲廢紙堆入邊揾到呢件作品。咁佢就好似如獲不世之寶，因為方孝孺過咗身之後，佢留落嚟嘅即係書畫作品非常之少。咁佢就好似攞到一個不世之寶咁樣啦，咁所以都幾有趣嘅。大家可以見到，翻返去前一頁先。佢成件嘅作品好似爛紙，好似草稿咁，好多即係畫去嘅地方啊，好多圈去嘅地方。咁亦都有趣，佢本身係一張廢紙，喺廢紙堆裏邊揾到出嚟嘅。咁冇耐之後咧，喺1781年，咁我哋知道咧呢件嘅作品咧就去咗北京。咁就由一個叫翁方剛啦，同宋寶儒嘅兩個都係個大大學者嚟嘅，當時亦都係當時一啲書法家。咁佢就話咧，當時佢喺一個古董嘅市場裏邊揾到呢一件嘅作品。咁呢兩個人都當時喺北京做官啦，咁所以個古董市場應該都係喺北京嘅。咁我哋再睇落去啦，同一年嘅時候，呢一件嘅作品咧，就喺長安嘅市集裏邊出現喎。咁當時呢個係佢個族人，因為佢係寫個人叫方昂，姓方嘅。佢就話佢嘅族人咧，當時喺長安市集度見到呢一卷嘅作品，所以就買咗落嚟。咁佢就話捐日金得之，日金嘅意思即係大概24兩銀，就用24兩銀將呢一件嘅作品買咗翻嚟嘅。咁去到19世紀啦，1837年嗰陣咧，我哋就見到呢一件嘅作品咧，又翻去北京。
咁佢就有兩個人啦，咁就叫吳榮光啦、羅天賜咧，佢哋就喺北京宣武城南嗰度睇見呢一件嘅作品。咁比較有趣嘅咧，宣武城南喺咩地方咧？宣武城南係當時好多外地嘅官員去聚居嘅地方。咁而呢兩個人咧，其實係廣東人嚟嘅，因為去到晚清嘅時期咧，比較多廣東嘅人可以開始喺即係北京嗰度做官啊。咁而呢個宣武城南咧，就係當時特別廣東人啦，好中意聚居嘅一啲，即係廣東官員啦，好中意聚居嘅地方。而呢個宣武城南咧，亦都係北京琉璃廠所在嘅一個位置嚟嘅。咁所以佢當時應該就喺琉璃廠附近啦，即係或者一啲嘅古董市場裏邊咧，就見到呢一張嘅作品。咁我哋認為咧，佢應該當時係俾羅天賜買咗翻嚟啦，咁就帶咗落去廣東。即係一啲廣東人喺北京做官，就買出一啲作品，將佢慢慢帶到落去廣東。咁去到廣東嗰陣咧，我哋就知道咧，佢就將呢一件嘅作品咧轉售俾當時一個好大嘅藏家，叫做潘士成。咁佢係13行當時廣州13行嘅一啲嘅家族嚟嘅。咁呢卷作品咧，後來由佢嘅仔仔啦潘延齡咁去繼承嘅。咁再見到啦，去到民國嘅時期咧，係1928年嘅同埋1934年嗰陣咧，就佢哋就記載咧，當時呢一卷嘅作品咧，就係一個廣東嘅藏家叫做馬復嘅手上。咁佢哋都見到啦，咁就喺佢嘅秋微堂嗰度寫咗呢啲嘅題筆。咁後來呢卷嘅作品咧，就去到一個香港嘅藏家叫做李尚明嘅手上，因為當時馬復喺大概抗戰嘅時期啦，就嚟到香港。咁呢卷作品咧就流落去另外一位香港嘅藏家嘅手上，叫李尚明，跟住再流落去何耀光先生嘅手上。所以我哋見到成個過程咧，就係呢卷作品點樣由北京啦去到長安啦，再由一啲廣東嘅收藏家、廣東嘅官員咧，將佢慢慢帶到去廣東，再流落嚟。因為抗戰嘅時期，因為政局比較混亂啦，嚟帶到落香港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比較 typical 當時書畫收藏嘅一個狀況，點樣啲畫由北邊北畫點樣去南渡落嚟香港嘅一個狀況嚟嘅。咁啱啱提到幾個收藏家啦，都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就係馬復嘅。馬復咧，可能大家都未聽過佢嘅名，可能有啲人會聽過馬魯爾呢個名。馬魯爾呢個名可能喺收藏界裏邊比較有名啦。咁佢當時咧係胡漢民，即係民國時期胡漢民佢嘅一個幕僚嚟嘅。咁佢亦都係一個西關大少啦，即係佢喺廣州，佢嘅家族比較有名嘅，咁收藏非常之多嘅文物啦，或者書畫作品。咁所以當時即係嗰啲人就話佢屋企係夜夜笙過，好多有文人嘅雅集喺嗰度啦。咁都未聽過都唔緊要嘅，可能大家咧都比較熟悉呢個娥姐粉果，即係而家點心紙上面嘅娥姐粉果咧，其實就係出自佢屋企嘅私人廚師帶出嚟嘅。所以可想而知佢屋企當時係幾咁即係輝煌啊，幾咁有名嘅。咁佢嘅齋名咧就叫係秋微堂啦。咁後來咧，佢同佢嘅仔咧就將佢嘅文物整理咗之後咧，就輯成咗一個秋微堂名人書畫嘅呢個出版，就喺1936年咧商務印書館嘅出版嚟嘅。咁喺佢嘅出版咧，我哋亦都見到我哋啱啱介紹過一件方孝孺嘅書法，都喺想當年都已經印刷咗喺呢本嘅書度啦。咁喺抗戰期間咧，其實馬復咧就避居澳門，咁晚年嘅時間咧就移居香港啦。咁所以當時佢亦都帶咗佢好多嘅書畫收藏落嚟香港。咁喺自由樓嘅收藏裏邊咧，其實好多都係即係馬復馬魯爾嘅一啲舊藏嚟嘅。另外一個比較有趣嘅人咧，就係李尚銘。李尚銘係當時一個非常之活躍喺香港嘅收藏家啦。咁佢係當時當鋪大王李有傳嘅一個第二個仔嚟嘅。
收藏非常之豐富，亦都喺特別上世紀20-30年代喺香港嘅文人圈裏邊非常之活躍。當時好多喺香港度搞嘅大型文物嘅展覽咧，佢都係其中一個即係發起人嚟嘅。咁我哋上面所展嘅書畫作品咧，有唔少咧都有佢嘅收藏印章嘅。咁就包括呢一張弘仁嘅扇面啦。咁呢張扇面比較細嘅，大家可以等陣上展廳睇下，揾唔揾到呢一件嘅扇面啦。咁呢件嘅扇面咧，喺當時民國嘅時期咧，被稱為千金扇。點解咧？就因為當時有收藏家不惜以千元嘅大洋咧去買呢一件嘅作品。咁可以見到呢件作品咧喺當時收藏界嘅價值咧係非常之高嘅。咁但係唔係李尚銘當時花咗千元大洋去買佢咧？其實我哋都唔係好知道嘅，因為冇去文獻去記載啦。咁但係佢係其中一個喺民國時期收藏嘅一個藏家。咁另外一個藏家係何冠武嘅。咁我哋都估係李尚銘嘅。點解咧？因為喺自由樓嘅其中一件嘅書畫作品，何耀光先生提嘅一個即係寫嘅一個筆語裏邊咧，就有提到李尚銘想當年咧去買呢一件作品嗰陣咧，係用咗巨值購得。可想而知，李尚銘嗰陣嘅財力係非常之雄厚，佢絕對有咁樣嘅能力咧，可以花千元嘅大洋咧去買書畫作品嘅。咁但係咧，李尚銘嘅成個收藏咧，好快就散失咗啦。因為咧，李尚銘當時咧係喺汪精衛嘅政府裏邊做呢個僑務委員會嘅常務委員啊，即係佢喺汪精衛嘅政府裏邊做官。咁所以喺戰後嗰陣咧，佢就因為漢奸呢個罪名咧，喺1946年咧喺廣州咧被判處無期徒刑，同埋即係奪去所有佢沒收佢所有嘅財產嘅。所以喺呢度咧，睇到先，係啦，佢就話奪去佢嘅公權啦、終身同埋全部嘅財產係沒收咗嘅。所以當時咧，佢係好多嘅書畫作品咧，亦都係散失咗。咁虛白齋同埋自樂樓裏邊嘅藏品，亦都有好多係佢嘅作品啦。另外一個想同大家一齊介紹下嘅咧，就係呢一位當時活躍喺香港同埋廣東嘅一個收藏家。咁呢個收藏家叫做何樂。咁佢曾經係廣東省嘅公安局局長啦。咁佢成個齋名係叫家樂園嚇，因為佢自己係一個廣東省徐聞縣家樂園村人，佢係家樂園村嘅人，所以佢就稱自己嘅齋名做家樂園。咁佢嘅收藏咧，曾經喺1947年嗰陣咧，喺香港羅富國師範學院舉行嘅中國古代文物展覽裏邊展出啦。咁我哋都數過一下，佢當時展出嘅藏品有幾多？因為睇翻個 list， 哇！佢藏品真係好多。當時淨係佢嘅藏品已經有123組咁多嘅書畫作品。咁可想而知，佢係當時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富有收藏嘅一個收藏家嚟嘅。咁佢喺因為佢嘅行事非常之凌厲啦，當時得罪咗好多嘅人嘅，咁所以佢喺1936年失世嗰陣咧，曾經短暫咧潛逃喺香港。咁佢喺1946年嗰陣咧，就曾經重返過呢個廣州嘅政壇啦。咁喺抗戰之後咧，1949年嘅時候咧，咁佢就嚟到香港啦，然後移居台灣嘅。咁我哋知道自樂樓裏邊咧，有幾件嘅作品咧，都係直接喺何樂手上買翻嚟嘅。咁講到何樂嘅收藏咧，咁我哋一定要提呢一件嘅作品啦。咁呢一件作品亦都喺上面有展出到㗎啦。咁就係張豐嘅《管木告示圖》。咁張豐係一個明末清初嘅畫家啦。咁喺明朝滅亡咗之後咧，佢就長期隱居喺一啲嘅寺廟入邊嘅。咁我哋見到呢個係一個畫心嚟嘅，佢前面一個畫心啦，咁後面有佢嘅書法作品嘅。大家如果等陣上去都見到嘅話，咁我哋就見到一個高士啦，企喺嗰邊啦。
咁前面就係一個枯木啊老樹咁樣，而且我哋見到咧個老樹嘅枝葉咧係即係好亂啊，枝葉重生啊咁樣嘅。咁後方咧，呢度睇唔到添。後方我哋見到係有個童僕喺度抱住個琴啦。咁張風用啲好快嘅節奏，好似塑造一個好似好混亂、好即係不安嘅空間嘅。咁反觀我哋睇見佢嘅人物咧，好似好冷靜啊，好神情好冷淡咁嘅，彷彿好似成個混亂嘅世界咧，都同佢完全無關。咁我哋要睇翻個題字啦，我哋知道啦，呢件作品咧係為咗一個人叫做迥伯詩社去畫嘅。咁邊個係迥伯咧？迥伯係叫楊迥伯。係當時即係明末清初嘅時期咧，喺金陵俾人哋叫做奇士嘅一個文人嚟嘅，因為佢當時佢嘅行為有少少放蕩不羈啦，即係狂放不羈嘅，即係突然間又會飲醉酒啊，突然間又會狂笑，突然間亦都會覺得好傷心嘅一個人嚟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卷嘅作品，唔單止係寫咗迥伯。即係楊迥伯佢自己當時嘅一個狀況啦，即係嗰種內心嘅狀態啦。同時間亦都有投射到其實張風佢喺當時佢自己個心境，因為喺清初嘅時候，佢作為一個名為文，見到一個咁混亂嘅狀況，其實佢嗰種即係無力啊同埋孤獨嘅一種感覺，亦都喺呢件作品裏邊見到嘅。咁呢件作品咧，曾經被張大千收藏過。咁係張大千自己嘅舊藏。咁大家可能都知道張大千佢嘅齋堂名係咩啦？係大風堂。咁點解佢會命名自己嘅齋堂名叫大風堂咧？某程度上就係因為張風，因為佢非常之中意張風。張風另外一個名叫張大風，咁所以佢攞咗張風嘅名嚟做佢自己個齋堂名啦。咁呢件作品張大千非常之中意，咁一直就帶住喺身邊嘅。咁呢件作品嘅前面其實有張大千嘅引手，咁即係有張大千嘅字跡喺度。咁有一年張大千就帶住呢件作品啦，咁樣即係可能呢件作品應該係佢其中一件即係帶嚟廣州嘅一件作品，就嚟到廣州。咁當時何樂即係啱啱提到嗰個藏家咧，非常之中意張大千，咁佢就好希望即係有機會同張大千見面。咁同食飯啦。咁當時佢因為係廣東嘅廣東省公安局局長嘛，佢就帶咗好多嘅警察去包圍咗張大千嘅酒店。咁張大千當時就喺即係出去遊山玩水啦。咁當時佢嘅朋友咧就走咗去同佢講：喂，何立揾人包圍咗你嘅酒店喎？咁佢唔知發生咩事，咁就好驚，就逃走咗。咁呢一卷嘅畫作咧，就係即係話當時留咗喺即係酒店入邊。咁所以呢件作品咧就流落咗市場。咁最尾輾轉咧就入落咗劉作籌先生嘅去白齋。所以都係一啲比較有趣嘅收藏故事啦。咁另外一個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嘅收藏家就係呢一位黃文根。黃文根喺20世紀中期係一位非常之活躍喺香港嘅收藏家嚟嘅。有關佢嘅生平咧，其實大家都唔係好清楚。我哋自己揾到一啲嘅資料啦，話佢係廣東嘅一個醫生嚟嘅，跟住後來因為抗戰時期啦嚟到香港，咁就亦都係一個地下黨員嚟嘅。我哋有咁樣嘅又揾到一啲咁樣嘅資料。但係咧喺劉作籌先生嘅一啲嘅錄音裏邊咧，我哋亦都聽講佢喺澳門度炒金，跟住當時有個姓馬嘅人幫佢管理收藏嘅，所以有關佢嘅背景咧，其實有少少眾說紛紜，我哋都唔係好知道佢究竟係做咩。咁何氏家族有同我哋講話，佢當時係住喺跑馬地。咁所以就應該係一個20世紀非常之活躍喺香港嘅收藏家。咁我哋從一啲當時嘅書畫收藏裏邊，亦都睇見當時有人提到啦，佢係富於收藏啦、精於鑑別咧嘅一個收藏家嚟嘅。咁自樂樓裏邊嘅藏品有好多都係從佢手上買翻嚟啦，亦都有好多都係佢嘅一啲舊藏嚟嘅。
咁佢成個收藏有啲咩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嘅收藏印啦，好容易認嘅啫。佢嘅收藏印係黃色嘅，所以見到黃色嘅收藏印咧，就都可以知道應該係黃文根嘅一個舊藏嚟㗎。咁黃文根嘅其中一個舊藏咧，就係呢一件嘅作品啦。咁呢一件係虛白齋嘅石圖宋元人韻冊。咁呢一套嘅冊頁咧，雖然係冇年款㗎啦，但係大概都應該會知道係石圖係想當年喺揚州度以書畫為生嘅時候去畫嘅一套冊頁。因為當時好多嘅人咧都會委託石圖去畫一啲嘅詩意冊啦，即係好似去畫一啲佢比較中意嘅詩句啦，或者對個即係藏家比較有意義嘅詩句嘅。咁呢一套嘅冊頁咧，就係畫咗一啲宋元時期嘅詩句啦。咁非常好細嘅啫，成個冊大家可以上去睇見，好小巧嘅。而且嗰個風格都比較即係自絕咁樣嘅。咁點解會突然間提到即係揀呢個冊去展覽或者提到呢個冊咧？其實呢個冊對虛白齋嘅主人劉作籌先生嚟講咧，係一個即係特別嘅感情嘅，因為佢曾經講到啦，佢喺好年輕嘅時候咧，就喺當時一啲嘅柯羅版嘅印刷上面咧，其實已經見過呢件嘅作品啦。咁喺大概1949年嗰陣咧，佢就經過一啲嘅中間人咧，就有機會去到黃文根嘅地方咧，就去睇呢件嘅冊頁。咁佢就非常之中意啦。咁佢當時咧就希望買呢一套嘅冊頁。咁當時黃文根嘅開價咧係1萬蚊嘅港紙。咁1萬蚊港紙喺1949年係啲咩概念咧？我哋睇見1949年一條鯇魚係2.4蚊啦，一斤嘅生油係2蚊啦，雞蛋係2毫5仙。咁所以當時嘅物價係咁，咁你可想而知用1萬蚊去買一件冊頁，當時嘅價值係非常之高嘅。我哋亦都睇見一啲嘅資料，即係1949年食一個聖誕大餐，好多個 course 嘅聖誕大餐係大概5蚊。咁所以1萬蚊可以食到2000次嘅聖誕大餐，可想而知個價格係非常之高。咁劉作籌先生因為個價格非常之高嘅關係咧，佢就冇買到呢一件嘅藏品嘅。咁幾年之後咧，張大千啦同美國嘅一個收藏家黃貴千咧，佢哋都對呢一個冊頁非常之有興趣。咁黃文根分別就開價咧3萬同4萬蚊，咁都係天價嚟㗎啦。咁所以冇買到，直至去到1969年嘅時候咧，一個中間人咧就同劉作籌先生講話：喂，當時有一個美國人好似想開價喎，開價10萬蚊美金去買呢一件嘅收藏。咁係1969年嘅。咁劉作籌先生就勸黃文根就話：你唔好賣俾一個外國人啦，因為一旦呢一件作品賣咗俾一個外國嘅藏家或者外國商人之後咧，就會流失海外，就翻唔到嚟㗎啦。咁所以佢就希望黃文根用一個比較相宜嘅價錢去賣俾佢。咁幾經講價之後咧，最後劉作籌先生係用咗10萬蚊嘅港紙係買咗呢一件嘅冊頁。咁當時嚟講，用10萬蚊嘅港元去買一個嘅冊頁咧，個價錢係非常之高，係天價嚟嘅。咁黃文根自己都嚇一跳，即係覺得佢係咪講笑㗎？10萬蚊去買呢個冊頁。咁故事仲未完結嘅。咁喺1979年嘅時候咧，劉作籌先生就因為要出版同二元社，即係日本嘅出版社二元社去商討出版虛白齋嘅一個大型嘅畫冊啦。咁佢就帶同呢一件嘅冊頁同埋另外一個冊頁咧，就由九龍去到中環去影相去商討嘅。咁結果咧，當時咧就發生一個嘅車禍。咁劉作籌先生咧就被拋出車外。咁佢話頭破血流啦，暈咗喺地上。咁佢起翻身第一件事咧，佢係去揾翻佢呢件嘅冊頁。佢回憶翻啦，佢就話當時眼鏡皮鞋都已經被飛咗出去啦，但係佢都唔理，佢第一時間係去揾翻呢個冊頁，
帶住佢哋一齊去醫院嘅。咁所以可想而知咧，呢件冊頁咧對劉作籌先生嚟講呢個重要性有幾大啦，同埋當時即係劉作籌先生對於收藏嘅執着係有幾高嘅。呢一位其實就係劉作籌先生。另外一位當時活躍喺香港嘅一個收藏家啦，咁就係何冠伍啦。何冠伍咧，大家可能都比較有名嘅一個大收藏家啦。咁佢嘅齋名咧就係田溪書屋。咁所以喺好多特別喺廣東嘅書畫裏邊咧，我哋都會見到佢嘅收藏印嘅。咁田溪書屋咧，其實就係何冠伍啦，同埋佢嘅爹哋啦何麗甫嘅一個齋名嚟嘅。咁呢個何氏父子咧，當時咧就喺廣州嗰度開呢個出口嘅絲綢莊起家嘅。咁所以當時佢嘅收藏非常之豐富，所以張大千喺1920年代嗰陣遊歷廣東嘅時候咧，都特登有去到拜訪何冠伍啦，去觀摩佢嘅一個藏品。咁何冠伍咧，當時亦都係廣東國畫研究會嘅一啲成員啦。咁所以佢嘅交遊非常之廣闊，所以佢同好多嘅收藏家啊、好多嘅畫家嘅關係都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何冠伍除咗佢自己係一個收藏家之外咧，其實當時好多人咧都會委託佢去賣畫嘅，即係佢都會係一個即係當時嘅一啲嘅中間人嚟嘅。咁我哋知道從自由樓嘅一啲資料咧，佢哋當時亦都有透過何冠伍咧，係去買一啲唔同嘅書畫作品。咁值得一提咧，成個田溪書屋咧最出名嘅一個收藏咧，可以話係呢個采薇圖啦。咁采薇圖而家就係北京故宮博物院嘅。咁因為喺戰後咧，好多嘅書畫咧都流落嚟香港啦。咁其實當時嘅中央政府咧係派咗一隊嘅秘密收購小組咧嚟到香港，係專門去收購呢一啲嘅書畫作品。咁當時即係秘密收購小組嘅成員咧都有好多書信來往，當時有好多時都會提到呢件嘅作品，因為當時呢件作品佢哋係一個收購嘅目標啦，但係因為個價格實在太高嘅關係咧，有好多次咧佢哋都即係試咗好耐咧，都係買唔到呢一件嘅作品嘅。咁自樂樓何耀光先生嘅後人咧都有同我哋提過呢件作品，因為想當年咧，其實何耀光先生咧都有去睇過呢件嘅作品，亦都希望將佢買翻嚟嘅。但係當時嘅開價咧係實在太高，當時嘅開價係30萬。想當年已經話10萬蚊已經係天價啦，可想而知30萬佢哋話已經可以買到起樓嘅地啦，已經嘅價格。咁所以何耀光先生咧，亦都係因為價格過高嘅關係咧，亦都係買唔到翻去嘅。咁呢件作品最尾都係被買翻去北京啦，而家係收藏喺北京嘅故宮博物院。咁另外一件何耀光先生當時亦都有睇過嘅，亦都係即係秘密收購小組，亦都係 target 嘅一件作品咧，亦都係呢個仇英嘅《春龍起直圖》。咁何耀光先生嘅後人咧，亦都提到啦，喺50年代嘅時候咧，何耀光先生就帶住即係佢嘅仔仔一齊去洽購呢一件嘅作品嘅。咁當時賣家開價咧，50年代係10萬蚊港紙。50年代10萬蚊嘅。咁經過一輪嘅談洽啦，咁最終係成功買到呢一件嘅作品。咁當中央政府知道咧，何耀光先生買咗呢件作品嘅時候咧，佢都話哦，咁得啦，知道係即係自樂樓收藏都放心咗，因為佢知道何耀光先生一定係唔會將嗰啲作品去賣出海外嘅。咁呢件作品都比較特別嘅，亦都希望只係大家之後有機會上去望一望啦。咁呢一件嘅春龍起直圖咧，其實係傳統表現唔同即係時節嘅起直圖嘅類型嘅題材嚟㗎啦。咁佢係用嚟描繪驚蟄嘅時候嘅天氣，即係冷暖風交替嗰種不穩定天氣。嗰陣嘅景象嘅。咁呢一種嘅題材咧，其實喺東晉嘅時期已經出現，所以係一個好即係好傳統嘅一個題材嚟嘅。
咁我哋睇下啦。咁呢一張嘅圖咧都比較特別嘅，喺呢個嘅位置咧，喺呢一個嘅位置咧，其實就係呢一條龍嚟㗎。大家可以睇見放大係一條龍。咁就好似呢一種嘅不穩定天氣咧，就因為呢一條遊龍咧係空中翻騰而引起嘅。我哋可以睇見呢個嘅即係高士啦，喺度望住條龍啦。你睇個眼光係望住條龍嘅，好冷靜㗎。因為就算個天氣幾變幻都好啦，就算外面出咗條龍都好啦，佢都係處變不驚嘅。咁就同下面咧佢嘅同僕咧係形成一個有趣嘅對比嘅，因為佢同僕係好似好大風啊，唔好吹亂我個頭啊咁樣嘅一個狀態，係一件非常之有趣嘅作品嚟嘅。咁點解當時會有咁多嘅書畫，即係咁多國寶流落嚟香港咧？除咗即係因為戰亂嘅關係啦，好多嘅文人啦，好多嘅大收藏家啦，都落到嚟香港，亦都將佢哋嘅書畫收藏帶到落嚟香港。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當時係特別喺20世紀上世紀啦20年代嗰陣咧，清宮裏邊咧。當時因為已經清政府倒台啦嘛，咁溥儀嗰陣咧就將清宮裏邊好多嘅書畫作品咧，就用賞賜嘅名義咧送俾佢嘅弟弟溥傑，帶出宮外面變賣。咁有啲作品喺當時變賣咗嘅，有啲作品就係佢收埋咗嘅。咁特別去到1945年即係抗戰完咗啦。咁好多嘅作品，因為偽滿洲國倒台啦，亦都咁，所以當時好多嘅書畫作品咧，亦都從佢哋嘅手上流出嚟。因為佢已經比較潦倒、比較貧窮，咁佢都要生活噶嘛。咁佢就開始喺嗰度變賣佢嘅書畫作品。咁劉作壽先生非常虛白齋嘅劉作壽先生非常之有眼光啦。咁喺成個虛白齋裏邊咧，我哋係有13件清宮嘅舊藏嘅。咁13件係一個咩概念咧？當時一啲嘅收藏家啦、學者做過一個統計，當時喺香港嘅收藏，即係石渠寶笈注錄啦、清宮嘅舊藏咧，大概係60幾件。咁虛白齋佢已經係有13件，咁其中嘅7件咧係由溥儀贈送俾溥傑咁樣帶出宮嘅。其他出宮嘅原因咧，有啲其實係唔係好知道啦。有啲可能譬如好似呢一件嘅董其昌大同中興頌，咁就知道係當時係賜俾官員咁樣出宮嘅，就唔係當時偷運出宮嘅。咁譬如好似我哋今次展覽有展到3件嘅作品啦，就好似馬和之呢一件嘅《齊風六篇》啦。睇下先啊。呢個小楷出要論啦，同埋乾隆皇帝嘅三果圖都係今次展覽，而家喺上面有展出到嘅。咁好多呢啲嘅藏品當時散落香港啦，咁佢哋成個嘅流傳過程咧，亦都非常之有趣，好似拍戲咁樣嘅。咁我就用呢一件嘅作品咧嚟同大家介紹一下。咁呢一件就係全馬和之同全宋高宗嘅《齊風六篇》。咁相傳啦，喺南宋嘅時期，咁宋高宗同宋孝宗咧曾經就寫過《詩經》100首300篇，《詩經》300篇。咁佢就任命當時嘅一個御前畫人啦，馬和之咧，就為每一篇去繪圖，即係佢寫咗字之後會揾人畫插圖嘛。咁佢就揾咗馬和之去畫插圖嘅。咁我哋呢一卷作品咧就用咗《詩經》嘅齊風嚟做一個即係內容啦。咁個內容主要係咧就諷刺當時春秋戰國時代一啲嘅諸侯點樣去軟弱無能啊，或者係怠慢政事啊、沉迷女色。咁其實即係都係話俾個皇帝聽點樣先係做到一個好皇帝，點樣做到一個好嘅諸侯。咁係一個比較宣揚禮教、宣揚教義嘅一件作品嚟嘅。咁呢件作品曾經喺清宮裏邊收藏過啦。乾隆皇帝有17卷呢一類型嘅詩經圖卷，咁其中咧有12卷咧，佢認為係一件真跡嚟嘅。
咁佢就非常之中意呢一啲嘅詩經圖卷啦。咁佢就特登喺景陽佢自己嘅景陽宮後面咧，設立咗一個叫學詩堂嘅地方咧，去專門收藏呢12卷學詩即係詩經圖嘅真跡嘅。咁佢喺我哋知道佢大概喺1922年嘅時候咧，12月嘅時候咧，就由溥儀送俾溥傑帶出宮外面變賣。咁佢變賣咗之後咧，其實外面發生咩事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嘅。咁佢變賣咗之後，慢慢地落入咗當時一個即係國民黨嘅一個官員度啦。咁個官員就叫做劉時範。咁佢當時係一個叫做一個接收大員啊，係高官嚟嘅。佢喺東北度做一個官啦，叫做接收大員。咁接收大員係做啲咩咧？就我抄咗你家之後，我去沒收你財產嘅。咁做呢個官有咩好處咧？就喺我沒收嗰陣，我自己可以即係穿櫃桶底攞2件自己收藏嘛。咁呢一件嘅作品就係其中一件啦。咁佢收藏咗之後咧，大概喺49年嗰陣，因為佢要逃離大陸啦，走去台灣。咁佢就將呢一件嘅作品咧，送咗俾佢嘅一個姨太太，叫做余夫人。咁佢嘅姨太太咧，就當時喺瀋陽裏邊變賣咗呢件嘅作品，因為即係當時嘅經濟狀況啊，生活都唔係太好，咁就變賣咗呢件作品。咁呢件作品就開始喺市場度出現。咁後來知道佢落入咗一個外國嘅收藏家或者外國嘅商人手上啦，咁就個商人叫做侯士泰，咁輾轉之下咧，再落入去虛白齋嘅手上嘅。咁呢件作品除咗佢嘅流傳過程非常之有趣之外咧，佢背後乾隆收藏嘅故事咧，亦都係非常之有趣嘅。咁呢件作品咧，曾經清宮收藏過啦，喺石渠寶笈入邊註錄。咁簡單啲嚟講，石渠寶笈就係當時清宮裏邊記錄佢自己收藏嘅一個簿仔，即係一個註錄嚟嘅。咁石渠寶笈總共有3篇啦，因為乾隆至到嘉慶期間，咁佢哋就做咗3篇嘅石渠寶笈。咁石渠寶笈嘅初篇裏邊其實已經有記錄到呢一件嘅作品啦。咁佢就話係馬和之嘅《齊風圖》啦，就有講到當時係由宋高宗去寫呢一個嘅書法嘅。咁過咗好多年之後咧，呢件作品咧，因為乾隆要做石渠寶笈續篇，我哋見到係續篇嚟嘅。石渠寶笈續篇，因為乾隆實在收到太多畫，所以佢要多一本嘅註錄。咁佢就重新整理過佢成個嘅收藏。咁就喺石渠寶笈嘅續篇入邊咧，我哋就發現咗有啲唔同啦。佢就都係講緊齊風6篇，但係咧都係馬和之畫。但係個書家咧就已經變咗人啦，就已經由宋高宗變咗做宋孝宗。咁成個原因咧，其實乾隆喺成個題跋裏邊有提到嘅。咁呢個大家喺展廳裏邊睇唔到，因為我哋今次保護文物嘅原因咧，只係可以展開到3開俾大家睇。咁但係大家可以見到呢個係乾隆喺成卷畫之後嘅題跋啦。啱啱有提到學詩堂呢個地方啦。咁我哋亦都有見到學詩堂嘅印章喺成個卷嘅後面嘅。咁乾隆就有講到佢點解會咁樣做，即係佢有原因嘅。佢有講到，佢就有講到話呢件作品咧，佢嘅紙質啦、尺幅嘅長短啦，都同佢其他嘅作品係一樣嘅，即係佢其他嘅詩經圖卷係一樣嘅。個畫嘅話咧，設色用筆咧，即係馬和之嘅設色用筆咧，都係一樣嘅，所以畫係冇問題嘅，一定係真跡嚟㗎啦。咁但係咧，個書法出現問題啦。個書法佢就對比一下咧，就覺得同我其他嘅詩經圖卷唔一樣喎。咁點解啊？會唔會係佢又唔信係假嘢嚟嘅？咁佢就去揾，佢都係一個做功課嘅人，佢就揾咗好多，即係呢度咧就有講啦。佢做咗好多嘅功課啊，去揾咗好多嘅即係畫啊，揾咗好多嘅題跋啊，去證明咧呢一卷嘢咧係宋孝宗去寫嘅。咁佢就話因為當時宋高宗同宋孝宗都有寫過《詩經》300篇嘛。咁如果唔係宋高宗寫嘅話，咁自然就係宋孝宗寫啦，所以佢就改咗做宋孝宗啦。
咁我哋亦都見到一個比較特別咧，佢喺個題籤度咧，亦都有個刮痕嘅，就佢就改咗名啦，就由宋高宗改咗做宋孝宗啦。另外一個佢改過嘅地方咧，都比較有趣嘅。睇下齊風錄片呢個錄字，大家覺得個錄字係咪都有啲刮痕嘅痕跡咧？因為其實如果你好仔細咁樣睇啦，咁佢其實個底咧係一個五字嚟嘅，即係佢本身係寫呢個齊風五片。點解會咁做咧？因為乾隆計錯數，因為齊風咧本身係有11篇嘅，咁佢而家有6篇嘛，即係佢欠缺咗5篇，但係佢搞錯咗，即係以為自己有5篇，咁佢就寫錯字。後來發現咧，佢就刮翻佢啦，寫翻做齊風6篇啦。咁所以呢個成個即係乾隆嘅收藏背後嘅故事都比較有趣啦。同埋我哋喺度諗啊，點解佢會特登將佢改成即係宋孝宗咧？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咁樣嘅做法，佢就可以有宋高宗同宋孝宗儲齊一套嘅《詩經》圖卷啦。咁喺智樂樓嘅收藏，因為啱啱提到啦，智樂樓佢嘅收藏係以明末清初遺文嘅收藏為主啦。咁喺清宮裏邊，你自然唔會收明遺文嘅作品啦，咁即係比較少。所以喺成個智樂樓裏邊咧，其實只係得一件咧係曾經係清宮收藏嘅，就係呢一件嘅吳彬嘅《煙光疊嶂圖》。咁《煙光疊嶂》咧呢個題目咧係比較出名嘅，因為喺北宋嘅時候咧，一個位畫家咧叫做王新，佢曾經創作咗一卷嘅《煙光疊嶂圖》。咁喺佢嘅後面咧就有蘇東坡蘇軾所寫嘅一句詩。咁所以當時嚟講咧係一件經典嘅作品咧，就係因為詩書畫合璧嘅一件作品。咁呢一件嘅經典作品咧，亦都係受到文人所推崇啦。咁所以喺好多嘅後代，即係後代嘅畫家咧，佢哋都好中意用煙光疊嶂圖呢一個即係題材嚟作畫嘅。咁我哋自己呢一卷即係智樂樓藏嘅呢一卷煙光疊嶂圖咧，佢前面係一卷畫啦，佢後面咧亦都係有一個書法嘅。後面嘅書法呢度睇見係董其昌寫，蘇軾想當年提過一句詩。咁所以亦都係可以見到呢一個係吳彬啦，同埋董其昌佢想重組呢個即係重現呢個煙光疊嶂圖嘅一件作品。咁呢件作品我哋睇翻個註錄啦，其實就喺1923年1月21日嗰陣咧，由溥儀送俾溥傑送出宮外嘅。因為當時清宮送出宮外嘅嘢咧，全部都有記錄嘅，佢有講到佢嘅年份、月份啦，亦都有佢嘅即係作品啦，當時送獎俾邊個，賞賜邊個，所以其實所有嘅呢一啲嘅作品都係查到資料嘅。即係如果有一日有人話賣件啦，清宮走出嚟話係溥儀見到送俾溥傑嘅作品，你可以去查下喺呢一本即係呢個註錄裏邊有冇見到啦。咁我哋亦都見到呢件作品上面有嘉慶皇帝嘅印啦，亦都有溥儀嘅印章。咁喺1923年嗰陣咧，帶到宮外邊賣啦。咁我哋知道咧，佢係賣咗俾一個香港嘅商人，因為呢個係當時一個大嘅收藏家陳仁圖佢嘅記錄嚟嘅。佢就話咧，曾經咧喺香港度喺馬軍一個姓馬嘅收藏家度咧，見到呢一件嘅作品。咁呢件嘅作品當時即係陳仁圖嗰陣見到咧，即係知道嗰陣咧，就已經再喺美國啦。咁馬軍首先係邊個咧？咁我哋就揾翻啲印章咧，就應該係一個叫馬積造嘅，係一個香港收藏家嚟嘅。咁有啲人講呢一位收藏家咧，就形容佢為咧披住收藏家外表嘅一個古董商，即係話其實佢係扮收藏家嘅一個古董商人嚟嘅。咁佢就會將好多嘅呢啲嘅作品咧，都賣俾外國嘅博物館。咁所以我哋喺外國博物館入邊嘅藏品裏邊咧，都好多見到呢個馬積造嘅一啲嘅舊藏嚟嘅。咁呢件嘅收藏家咧，唔係呢件嘅作品咧，就喺1957年嘅時候咧，因為佢話去到美國嘛。喺一個古董商人啱啱都有提過啦，叫侯士泰嘅手上買翻嚟嘅。咁所以係智樂樓直接喺侯士泰嘅手上買翻嚟。
咁侯士泰究竟係邊個咧？因為好似我成日都會提到呢一個名。咁其實侯士泰咧就係一個活躍大概3至50年代啦，活躍喺中國啦，特別香港嘅一個古董收藏家、古董商人嚟嘅。咁佢係一個猶太人嚟㗎啦。咁佢喺1934年嗰陣咧，就第一次踏上為期1年嘅即係東亞之旅。咁當佢咧想翻去即係自己國家嗰陣咧，就發生第2次世界大戰。咁作為一個猶太人嘅時候咧，咁佢梗係唔會翻去㗎啦。咁而且佢嘅父母嗰陣滯留咗喺德國，所以佢好希望繼續留翻喺中國度賺錢，去救翻即係迎接翻佢嘅父母嘅。咁因為佢當時同好多嘅收藏家啊、古董商建立咗關係啦，咁好自然佢亦都係從事呢啲古董嘅買賣工作。咁我哋因為哲學樓嘅資料比較清晰啦，因為加上我哋唔係好見到侯士泰嘅印章，我哋見到啲前輩講過話佢見過侯士泰嘅印章嘅，但係 at least 我而家喺我哋嘅收藏裏邊，我哋見唔到嘅。咁但係咧，我哋從哲學樓交俾我哋嘅一啲資料裏邊咧，我哋知道何耀光先生當時大概最少有5件嘅作品都係由侯士泰手上買翻嚟嘅。因為當時咁多嘅即係國寶流落到香港啦，何耀光先生除咗好欣賞佢哋即係畫家嘅啲品德之外咧，其實佢另外一個收藏嘅原因咧，就係希望呢一啲嘅國寶可以留翻喺香港，唔好流散去海外嘅。咁我哋呢件係哲學樓嘅收藏啦，咁係一件朱達嘅山水冊，8大山人嘅山水冊頁，非常之精彩、非常之少見嘅一件山水冊頁。而家喺上面亦都展出緊嘅，大家可以去留意下啦。呢件冊頁亦都點解咁多人即係喺學術界裏邊應該都比較出名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呢個嘅花押啦。呢個花押一直都喺學術界裏邊討論，究竟佢係咩意思？點解即係8大山人會畫啲咁嘅嘢？咁好多嘅學者去研究過啦，就話呢個可能係3月19號嘅意思，即係崇禎皇帝上吊自殺嘅日子。亦都有學者認為呢個係閏年嘅意思，因為喺1644年，即係崇禎皇帝自殺嗰一年咧，即係清朝滅亡嗰一年咧，係閏年嚟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即係花押，大家都估計咧，即係同即係明代滅亡係有關嘅。咁我哋自己呢件作品入藏咗之後咧，我哋就發覺咧，喺入邊有一封侯士泰寫俾何耀光先生嘅書信。入邊就有提到即係當時買賣嘅狀況，佢就話當時佢何耀光先生咧就用咗12000蚊港元去買咗呢件嘅作品。咁亦都有提到當時即係交易嘅一啲嘅 terms 啊，即係交易嘅條款啦，亦都幾有趣嘅，因為當時交易嘅條款都幾好嘅，即係佢寫到話何耀光先生咧可以自己留呢一件作品1年，如果1年裏邊咧佢唔中意啦 within 1 year from today， 佢就話呢1年裏邊唔中意咧，佢就可以還翻件作品俾侯士泰，佢原銀奉還，即係佢有1年嘅試玩期，即係可以慢慢把玩呢一件嘅作品，唔中意或者發現有問題，我隨時可以俾翻錢你。咁所以同而家嘅交易好似有少少唔一樣咁樣。咁亦都有少少資料啦。12000蚊喺當時係咩嘅價位咧？呢件咧就係1961年嘅時候1月嘅時候嘅買賣嚟嘅。呢件係1961年嘅時候嘅展布啦。堅尼地城嘅一個每層1廳3房嘅單位，1萬餘元起。咁所以當時12000蚊咧，喺香港係可以買到一個堅尼地城嘅單位啦。咁有關侯士泰嘅收藏咧，其實就一定要提到呢一件嘅訴訟案，就係1956年時期啦。侯士泰同當時一個美國嘅收藏家黃貴千嘅一個訴訟案。咁當時侯士泰就收有呢一件宋代武元宗嘅朝鮮先像圖。咁
侯士泰就一直覺得呢件作品係有啲問題嘅，佢就唔係好肯定。咁黃世遷就見到就同佢講：喂，你呢件假嘢嚟㗎，即係唔好要啦，我即係蝕底都好啦，我用幾件明清嘅書畫同你交換。交換咗之後，黃世遷就同公眾講：呢一件係真跡，非常之精彩嘅作品。咁侯士泰就覺得俾人呃咗啦，咁一氣之下咧，就將黃桂遷咧就告上法庭。咁當時而家大家去啲 document， 即係去翻美國度咧，係揾到當時即係呢件訴訟案嘅資料嘅，即係仲可以揾翻當時佢哋講咗啲咩啊，做咗啲咩。佢哋當時就揾咗好多中國書畫嘅學者一齊去做證人，就講咗究竟中國書畫係應該要點樣鑑定嘅。所以嗰個案件咧，其實都係一個教科書嚟嘅，話俾大家聽呢件中國書畫其實應該要點樣鑑定。咁好啦，翻去呢個案件度啦。咁當時個官咧就問侯士泰：你識唔識鑑定㗎？咁侯士泰就話：我梗係識啦，我係古董商人嚟㗎嘛，我自己都收藏嘅。咁個官就問黃桂遷就施小灣，佢就話：你識唔識鑑定㗎？咁施小灣就話：我唔識鑑定嘅。咁個官最尾就判咗侯士泰輸。就嘅原因就係咧，一個識鑑定嘅人點會俾一個唔識鑑定嘅人呃咧？所以呢個係比較有趣一個嘅即係案件啦。咁呢個案件發生咗之後咧，咁侯士泰就一氣之下咧，就將自己手入邊嘅存貨咧，就喺香港度散咗出嚟，因為我唔做啦，我已經好唔開心，我又俾人呃，又輸咗官司。咁呢一個係顧誕明，呢一個香港嘅畫家啦。佢寫俾一個應該東北嘅畫家一個信函，就有即係 gossip 到呢一樣嘢嘅。咁佢就話啦，即係侯士泰咧嚟香港咧，即係將自己手邊嘅存貨推出。當時就有一個叫做石圖寫黃妍女試二冊，就21頁。好精美嘅喎，都幾精美啊！咁有4頁咧，就係一個台灣姓許嘅藏家度買到。咁但係侯士泰居然覺得係假嘢喎，咁就覺得佢好好笑。咁呢件嘅作品咧，係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咧，當時咧係賣咗俾何耀光先生嘅。咁呢件作品咧，亦都喺我哋而家上面嘅展覽度展出緊啦。就係呢件啦，咁呢件嘅係一件冊頁嚟嘅，總共咧就有即係應該話文獻記載啦。佢哋當時講咧就有32開嘅，咁但係去到流傳到落廣東嗰陣咧，即係喺順德嗰陣啦，就應該係清代嘅時候啦，剩翻17開。咁後來咧，一個廣東嘅收藏家啦，咁知道呢個本身係新耀文嘅名下啦，跟住去到廣東啦，去到啱啱提過何冠武嘅手上啦。咁後來一個畫家啦，黃波野咧，就喺何冠武手上度買咗呢個冊頁翻嚟，咁就佢買咗17開。咁佢就走遍大江南北咧，就喺張大千手上咧揾到1開，即係1頁。咁佢就買咗翻嚟，咁個冊頁咧就有18開。咁後來咧，即係啱啱個書信就講到啦，佢侯士泰買咗翻嚟之後，亦都喺一個台灣嘅收藏家手上咧揾到4開，就將佢加翻落去咧，就係而家我哋所見嘅22開。咁我哋而家知道咧，32開裏邊22開喺自由樓度啦，有4開咧而家係喺北京故宮博物院，咁其他已經係散失咗噶啦。我哋睇下呢件嘅作品係啲咩啦？呢件作品啱啱提到啦，侯士泰話佢係假噶嘛，即係有問題嘅一件作品。咁但係其實真係唔係嘅。呢一套嘅作品咧係石濤晚年嘅一個巔峰之作嚟嘅。咁石濤呢件冊頁咧就係根據咧佢嘅朋友啦，佢晚年嘅贊助人啦，黃妍女去到浙江啦、福建啦、湖南等地咧，去廣東啦遊歷嗰陣咧，所寫嘅一啲紀遊詩去畫成嘅。咁我哋知道咧，黃妍女當時喺1699年嘅時候咧，就由揚州出發啦，啟程往南啦。
咁就由大概1701年嘅夏天翻去揚州，即係個旅程都幾長嘅。咁佢翻去揚州嗰陣咧，石濤咧就根據佢嘅詩意啦，用咗羅文字咧繪成大概10幾張。1年之後佢再畫嘅。咁我哋睇見咧呢一趟嘅旅程咧，呢個就係黃賢女去過嘅地方啦，就係呢啲地方啦。咁 side track 一下，啱啱咧八大山人嗰套冊頁咧，亦都係黃賢女委託八大山人去畫嘅一套冊頁嚟嘅。咁佢去嘅呢啲地方，佢唔係隨便去嘅喎，佢好多拜訪嘅地方咧，亦都係一啲古時候嘅遺跡啦，亦都係一啲好多係古戰場嘅遺址，亦都更多咧係一啲遺民主要抗清嘅一個地區嚟嘅，藉以佢去抒發即係佢對即係明亡嘅嗰種情懷啊，或者係感傷嘅。咁我哋就見到咧，譬如好似呢一開啦，第15開冊咁咧，係畫咗呢個廣州嘅，睇先有冇寫到咧？廣州嘅玉日登玉日亭啊，即係佢去咗廣州嘅玉日亭。廣州嘅玉日亭究竟係啲咩地方咧？從呢個玉日亭咧，其實你登臨咗之後咧，就可以見到珠江口嘅一個地方叫做崖山。崖山咧，想當年就係南宋喺崖山度俾元軍追擊。最尾係俾元軍殲滅，令到南宋滅亡嘅一個地方，所以黃賢女當時就去咗呢個玉日亭望下崖山，就感懷當時即係南宋點樣俾外族入侵，點樣滅亡嘅。因為即係黃賢女佢自己都係一個遺民嚟㗎嘛，咁即係佢用呢一個事件嚟諗翻起而家去到清代啦，我哋明代滅亡都係因為外族嘅追擊。另外一個佢去咗嘅地方咧，咁就係富春江嘅，睇先呢度西台。咁西台係一個咩地方咧？咁就係想當年南宋嘅末年啦，咁有一個即係軍官啦，叫做謝驁。咁佢咧跟隨住文天祥去打仗，咁佢就喺呢度去打仗噶啦，即係同即係文天祥當時喺呢度抗元嘅。咁但係文天祥後來俾即係俘虜咗啦，俾元軍跟住就被即係處死咗。咁後來謝驁咧就喺呢一處咧遙遠咁樣去祭祀文天祥，所以喺呢個文人即係心目中咧，亦都係一個即係懷古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佢點樣去懷念文天祥啊，亦都係諗翻起南宋當時點樣去抗元啊，點樣滅亡嘅一個地方嚟嘅。係啦，同事話我剩翻10分鐘先，我都要快啲。咁呢一個冊頁咧，其實佢畫嘅地方咧，好多都係石濤佢自己未去過嘅一個地方嚟嘅。咁所以佢呢度亦都有講到啦，佢係隨想像去畫嘅，即係佢自己諗嘅一啲地方。即係除咗廬山佢自己係真係去過之外咧，佢所有嘅嘢，即係所有畫入去嘅即係景物咧，都係佢自己想像翻嚟，同埋根據黃賢女嘅詩意。因為我哋而家想像好去旅行好方便啫嘛。晚明嗰陣其實都好多人去旅行啦，特別啲文人雅士，即係旅行係一個風氣。但係真係去到譬如廣東啊、廣西啊，佢甚至去到海南嘅地區，去到呢啲嘅地方咧，喺當時嚟講咧，真係比較困難嘅。你亦都係需要有翻咁上下嘅財力，先係可以去到嘅。咁我哋呢度啦，亦都係有講到啦，佢係大笛子想像為之，咁佢就係佢成個冊頁都係想像得嚟嘅。咁我哋成套冊頁亦都見到啦，即係石濤用咗好多唔同嘅風格啦，好多即係譬如好水墨啦，用咗一啲切色嘅畫法啦。總之你每睇成個冊頁，佢每一開都係唔同嘅，係一件非常非常之精彩嘅冊頁。咁所以想當年侯士泰用低價賣俾何耀光先生咧，佢就真係有少少蝕底啦。咁最尾咧，因為當時50、60年代啦，香港嘅收藏都非常之豐富啦，背後亦都有好多好特別、好有趣嘅故事啦。咁今日嘅時間亦都講唔晒啦，實在。咁做少少嘅廣告啦。咁我哋為咗呢個展覽咧，我哋會出版一本嘅圖錄嘅，希望喺2個星期之後咧就可以即係正式面世出版啦。咁而家有書店亦都已經可以
訂購㗎啦，咁就係好平嘅啫，365蚊，總共係有600幾頁嘅。咁我哋就希望將3家嘅收藏今次一次過集中起身啦，咁同觀眾去介紹。入邊我哋亦都請咗海內外嘅學者為我哋撰寫專題嘅文章。咁亦都如果大家有趣嘅話，即係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去即係書店度購買啦，或者訂購嘅。係啦，咁就多謝大家啦。